我希望大家来，大家学自家故乡，因自家家乡的作家，尤其阮土了安慰台安圣贤作家，特别因客家人呐虽然讲我是原住民偏埔族参赛大家看我相信咪认同我是我上千的咪讲客没有资格做客家人啦啊阮土了绝对了。做因了新台币当不会人物啦，做了1000口的读了当不会记的了人啊，我来总结了读了的成就啦。第一点，读了用了个小说，也是故意引动台湾人全部会看他是台湾最重要作家，他为写出因台湾的形象，故意的作家，因每日讲台湾人唱乜解对因突然之地，哎呦，台湾人安菜过，以前是讲故意啦。两到了个题改写200做题材的小作家，佢译出了国民党派的斗争，也板山集团的了这个吹恶啦。200对底下正常的样板很尼国沙讲国沙的也很尼不管样板200来台湾人样板的民主自由人权绝对总得在个发生200了国家亲因的事情啦。韩国对了移民进行有亲台的个解说，去促进了福隆人、汉人所有台湾人来合作啦。佢很尼一方面写小说，一方面写汉诗了，在安阳的作家，佢本人讲的铁血信任、铁汉友情，佢亲有了浪漫的情怀啦。无时来写下创作，因客家人硬讲进行的代表人物之一啦。韩国去判理也台湾文艺本台湾作家有发表的言题啦，又在本了台湾文艺保护的提判啦，做了安全啦、军党的名义实惠啦、讨论文学啦咱我本国民党做啦佢还判了台湾文学奖、526文学奖、建签，鼓励大家创作。故说今日是一个研究台湾文学主题性的重要的作家啦。最后希望多谢各位乡亲的观赏希望大家本爱多多的指教，希望安子这。